中国伫昨去南极进行科学甲气候变迁的研究，而且佫按算要伫南极来起第5个考察站。不过，即马美国煞来烦恼讲，这有可能是变做中国收集情报的工区。 这台大型的科学考察船伫海上航行，中国第40遍的南极科学考察队伫7月启航，要去南极进行科学研究，同时要加紧当地第5个考察站的兴建进度。站的建筑面积达到了5244平米这样的一个规模，它将会为我们南极考察队提供陆下人员80名。 越冬的考察人员呢是达到30名这样的这个规模。中国讲，这段任务自11月开始到明年4月等来，主要3项工作，上重要是第5座南极考察站的建立，一个气候变迁对南极生态影响，一个要强化国际合作。 不过，美国的国防部甲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进前的报告拢讲，中国的研究站内面设有卫星地面站，除了当协助科学研究、增强通信以外，亦可能强化情报的收集。 中国的卫星地面站基本上是非常高度的军民两用的，所以说它一方面当然可以支援科学研究，去跟它的科学卫星做联通讯啊，但是它也会来支援情报的收集。那再加上说它的站点的位置其实是很方便。 让中国能够收集到澳洲跟纽西兰的讯号情报，就是遥测的一些数据，也可能可以让中国透过这些地面站去接收到。依照1959年的南极条约，南极大陆会当作为科学研究，不过袂当进行军事行为，包括美国、中国、澳洲等几60个国家拢同意签署。美国方面准备要推动国际合作，来确保南极圈的运作会当遵守条约，同时也希望中国爱强化透明度，并且继续监控。 记者综合报道。